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类嘅节目。今晡日老大家咧讲物嘅咧，老韩语有关系。咁讲到韩语，大家是咪想到用啲咧包容性体有新物嘅东西？今晡日老大家咧讲嘅系针灸，是大冤针。你要按用嘅经验冇？佢到底有乜嘅效果？還有乜嘅要注意嘅？大家咧分享啲點解？裏邊其實係呢個林建澤先生分享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建澤韓醫師，今日當歡喜到大家來分享針灸。係前次當歡喜做啲繞牆先生喺度節目地度，一開始咧大家咧講嘅係，你下其實大家係講身體有感覺有點冇鬆快、冇舒爽，所以看先生嘛。咁你看西醫當然是看韓醫嘛，每個人需求冇強弱。你看到韓醫嘅時候，一般都拿韓肉，上専門醫嘅題目，你下當醫那整間看。本醫看嘅時間，係咩要當因為強下來使用針灸？有。佢比例幾高？比例差唔多一半嘅。哦，所以係講要時間嘅移動，而家片本醫來看身體嘅狀況，可能要一半嘅，要可能為打冤針，就是我們一般講嘅針灸。好，你鄉親朋友要針灸打冤針嘅經驗冇？現在好多人問下，好像是倒帶。那是什麼原理？該係乜嘅意思？做埋一隻針看來鼓落去，是咪對身體有影響？該是當灸針灸呢隻原理係算係韓醫嘅原理啦。佢係講呢個經脈啊、經脈內通，血透是呢個一隻反應點，反應點出落去，鼓落去之後，算係講疏通，疏通。讓佢好流通嘅氣嘅流通好順暢。OK， 看到特別你係講，不論係講看乜嘅武俠片有冇，還係講看天壤。當然術語下，比如說大家是咪講這裡是兩位係百會穴？我講得對嗎？好緊張。比如說腳底底下會有個湧泉穴，好，這邊會有呼什麼穴的嗎？你係合谷穴嘛，從冇係冇是兩片。那大家是咪講，好後背尤其是背弄兩片，因為動個血頭，所以大家是咪講哦，好，我幫你血頭輕輕啊，你是不是好疏鬆？所以了解一般你用心沒有做了解血頭，所以對線上剛才來講的是血頭輕輕啊，它可以疏通那個氣，對，然後是一個經脈的一個疏通，所以針刺進去，走在講係。直接到那個穴點，是這個意思嗎？做得咁講。而且是不是還有什麼艾灸？艾灸該係另外一種，該你頭講嘅針到灸，其實係兩種冇共用嘅。哦，不一樣，冇共用。針是一般看到打冤針，該針，好，灸是該用該葉，好艾草。哦，係落去燒起來。可是我們一般都講到說針灸啊。嘿。該是針灸是用偏義副詞，像用到該針嘅意思，冇用到灸嘅意思。所以我誤會很多年了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其實係兩種啦。其實係兩種，所以大家因為 Andy 說難怪會講打冤針，所以不一樣。所以針就是打冤針，灸就是還會有那個葉。對不對？好，講到兩片吼，睇到大家來講是，因為身體有動到個血頭，是從線上講嘅，係講你血頭去刺激它，佢可能是為氣血好流通。所以講到兩片氣血流通，一般來講，你係講身體係同起到酸痛嘅時間是為按摩嘛，走量，所以是一樣有像那個你們有一個很可愛的名詞叫阿是穴，是嗎？阿是穴該係就係另外一隻，因為因為一般來講，呢個血頭身體貴心有361隻血頭，正經穴到361個。該阿是穴嘅意思是嚟講，頭擺就該通操就該線上嘛，佢看平音嘅時節啦，平音唔啲時間內部冇鬆鬆嘛，佢就會落去鉗到一隻手才講是呢隻手才痛，呢隻是阿是嘅意思啦。阿是的意思，對，是阿是穴是所以那阿是穴的功能係乜嘅？功能該是你冇送上嘅所在，落去冇停出一個血頭啦，佢咪就固定。所以就是我哋係腱頭動酸軟，所以你鉗啊，抽水兩片阿是穴，所以這樣子按是可以舒緩的。對不對？那這跟平時的保養有冇關係嗎？
平时嘅保养其你动作重啦，你一般人像阿讲从退下主持人讲到嘅作用嘛，作用是好大范围台面这个去落去处理啊，细细嘅点，你是针对这个好more爽快的个点去做，是好。对，因为我讲到了，你看，你一路讲到了片，其实你还唔知大家。地膜有一个小针疗法，小针刀，水浸豆，这听起来有点恐怖哎，有点等硬讲。跟小针刀很安心，一般个针哈，大家看到是尖柔个针。错。小针刀其实就上头就要从个小刀个细挑安心。有的人做阿妹哈，因为猪扒的猪血的哈，像下。个菜刀吼刀嘛，因为扳机子啊，用扳心该种是表现业，该组织哈又粘连又粘度，该是要用好粗个针刀去落去切开来，割开来，是不是会很痛？很那个动痛？嘿，我们直接老台家讲，那会动痛。好，我觉得你蛮得学台家，至少就先知道嘛，哈。那要打麻醉吗？还是会局部小？没有，所以就是晕奶，会流血嘛？会流血吗？有的因为。那所以其实係講用到小針刀就代表好嚴重，係冇？好代表好嚴重。所以比如講嗰種鏡頭鉗起來的啊，50間呢？50間算。因為50間也可以去西醫那邊做復健嘛，同埋他就是，比如說他為什麼爬牆壁呀，又冇，然後就走復健，係講佢的海魚鈣片可能又針灸，然後又走那種小針刀、水浸豆啊，用佢那不知道怎麼治療就對了。哇哦！所以鄉親朋友們哋大家要去到海魚鈣片，可能水浸豆鈣，這個就是要去做水浸豆鈣經營嘛。咁講到兩個針灸。水浸豆，你哋喺老大家都講嘅是你喺動流行嘅鐳射，什麼？所以也是有鐳射針灸，什麼？你喺算是線上鈣片也有鐳射針灸嗎？鈣片有。所以我們來講一下鐳射針灸嘅優點係嘛？是不是有很多優點？鐳射針灸鐳射哈，你喺這是線上帶，你係個鐳射嘅筆。你係醫療用嘅鐳射筆。OK。你是記了隻機器哈，你是撳個按鍵，還是逼一下，機會是會有個鐳射嘅光線，你是照差唔多10秒到30秒，佢就冇強用嘅波長，對嗰種好降靜降痛嘅人是，你是可能會選擇用嚟去做去治療。好。線上有講到重點哦，好降靜、好降痛嘅人是做啲選擇，鐳射去做治療。那當然就要選鐳射啊，對不對？我們等下再講，一天沒有什麼事情都完美的啦。好，我們來討論一下。所以第一點，佢嘅優點是佢唔會痛。好，因為降靜嘅人，因為可能進會昏倒誒，從然後第二，因為它不是侵入性的，所以佢冇出血流血感問題。比如小針刀會流血嘛，針灸會流血嘛，比如像那種。筋骨肉那種會流血嗎？有的人會，也是款因什麼？好，第三點，因為佢治療嘅時間段短，是像線上講嘅10秒、15秒、30秒時候咧。傳統嘅這個打暈針哦，不可以針的穴位會有傷口的部分，就可以用鐳射。比如講氣床啊，你冇可能因為氣胸嘛，真係覺得氣胸是，該可能你一片磨損上嘅所在是做在考慮中對下。好，該鄉親朋友談到了下是咪講？那當然要選擇鐳射，從某當然選擇機呀，它還是有一些禁忌的，對不對？禁忌。比如講，該翁啊哈，該腦型還蠻合起來一些，該百會穴是冇法突然鼓落去就。好可怕哦，太危險了，太危險了！百會穴，還有比如說，就心臟嘅福音架要評估，然後心臟暢胸，還有心臟節律器來講，有特殊嘅特殊疾病的患者。是嗎？比如講像有的人脖腫瘤啊、甲狀腺呀是好腫嘅人，一片嘅該強勁嘅所在是
好注意。所以性虫啦、甲状腺啦、有肿瘤的啦，有性红改欧啊的，他好注意。除了两条禁忌之外，想要问下性上，所以讲来讲去，很美，其实镭射比一般传统改针灸或者是小针刀更好啊。还是说有取决于严重性？因为哈，该针灸，镭射针灸老一般该针灸哈，它那一般该针灸该效果好强，好强，因为你用把是讲是模拟机个效果吼，冇可能讲完全是磁台机嘛，所以了只疗程会好求，所以第一咧，难怪看嘛，有以后是冇良好，其實是係雷射咧，其實佢好唔會痛，佢也唔會幫佢驚，不過佢個效果係咩？到淨係用大陰莖去比來可能有一點點差別，時間有治療嘅時間會好長。還有乜嘅好要注意嘅？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張總來講。东方宇宙的绕墙的灵性上来到节目地图，到大家来讲吼，这个针灸打阴茎两件事情哈。俩俺动烟又动斗的跟医疗有关的职人剧，不管是西的还是西医还是中医，因为讲到环境或是武侠片，哇，那个针灸真的是讲的这个神乎其技哈。不过 Andy Gaming 的节目地图并不是要来讲那种什么神乎其技，可是针灸的确是一个。我觉得很博大精深的一个汉医环境改医后改念力，真的蛮有趣的。而且松藤节目线上讲，应改性题呢有361个，361张穴位。所以你要记这么多穴位吗？学生系统哦。你看嘛，考试对不对？你看我刚刚念出了3个穴位，百会穴、涌泉穴，这是很基础的啦哈。合谷好3个，是记得要上扎停。那等下可能看节目聊天做的。加破一站冇，不過講到咧，哈，你上堂節目講到雷射嘅針灸，其實大家會覺得，好像可以選擇那裡，的確，那係一種嘅選擇。不過講到咧，哈，我們基本有咧進行一啲洗地師，什麼洗地師咧？大家都提到針灸結束之後，會發現針灸的部位會腫脹淤青，會腫起來，會烏嗆，咁樣係緊鬆嘅嗎？緊鬆嘅。啊，會很大片淤青嗎？開始看情形，看因，嘿，上下因為該片嘅血管好多，血路好多一些，可能是會講烏嗆。因為血管破裂，微血管破裂，可腫脹也是，腫脹也是，我們今天是來嚇大家的吧？我們今天先跟大家講說小針刀法動痛，然後呢，過後為腫起來。如果知道大家講啦，容易起到腫起來，不像大家是這樣，這是正常的，那它就自然消腫就可以了。此然不及吼。哦，那來線上來問一下，除了此然吼，總有一個方法可以舒緩吧？天24點鐘，一般來講，你假使因為有的人好這樣愛美嘛，有的素材係好，人家看得到嘅素材。比如講面啊，臉，哇哦面，結果一針灸這邊整個霧嗆腫起來。沒有啊，天24點鐘是先用冰膏去冰敷。可能過了你會落去腿到好驚，可能你過2日3日，你用熱敷嘅方式去做，溫燒，本佢順翻好，你個腿車會好驚。所以就是先冰敷，然後再熱敷，那種改頭力。那你一般人好像對到來嘛，改什麼？打籃球也是這受過活動可以強容改，你是點種地圖也是先冰敷，然後長熱敷，讓它多一點循環從麼？好，我哋吼，你下大家可能會講，上次大家一般人來講是環境本性上可能是上次會起到係保養性體，除了保養性體之外，當然還有治療係動態嘅部分。嚟為咗大家來分享一下吼，先簡單來分享一下乜嘅部分，你做得來做
打晕镜给治疗，所以一开始到台家在讲的是外伤后遗症可以，外伤嘿插佛啊，还那讲运动伤害那种嘿是可以的，可以操。医生，你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比论讲带刀一般，我讲打篮球带刀、背刀，嗰种腹腔、抬面积的，嗰种起来，或者种起来，嗰种咪做得做。好，还有你俩讲到像耳鼻喉科，又好有关系的整个呼吸道这边，比如讲你要讲过敏性鼻炎、鼻窦炎，也可以，没做得。鼻窦炎我搭配嘅药嘅，我食药嘅去调理啊，哈，因为我就有鼻窦炎，所以特别关注一下哈。还有胃冲内同嘅问题，便秘。便秘是讲鼻结的，假设鼻结的话，你做的骨就都帮助蠕动、胃肠蠕动的个血头，你是会好会哦。OK， 所以你看这边也讲到肥胖，好流行哦，就是肥胖门诊。肥胖你下温敏平，安勇改温敏平，所以也是有机会可以做针灸治疗。针灸之外，还有埋线呐。埋线。好，这个我们还有讲 UGF， 我们来讲细一点哈。另外还有讲到就是像慢性支气管炎、咽喉炎，咽喉炎是怎样？你就等于很慢性，你平时怪。我现在就这样的感觉，其实我都在问我自己现在的问题，因为我训练很多了哈，你相信陪我研究安有感觉吗？就是研究很奇怪，就是都是这一块，就是我了解很多的时间，我要启动我个鼻孔、个鼻涕、个倒流、动央虫，然后后那两片都一直觉得怪，所以根本你读心脏那都两片，所以这也是可以针灸稍微做缓和或治疗的。可以，好哦，第二是很像是久咳也可以。久咳就得系化痰的化痰穴道，做得是菇钙片。好啊，菇化痰，因为我现在会这样算什么？清喉咙、清痰。好，还有嘛？改的我就聊对付虫扰、失眠、翻炒水母贴，是可以的。做得，目前当到一种处理的问题。录音架没好，后上音没就，所以基督徒改变很容易，说线上来水母贴，然后到底要针哪里？一般挑哪档就动到头皮针的个部分，挑哪档就动到身体个反应点。所以像忧郁症也可以吗？焦虑，该要搭配该很药去调理。OK， 好，还有像面部神经啦、皮肤过敏啦、经痛啊等等，比较是妇科的也是可以的。那台家来躺到了下，台家所谓地宫，其实不是说你去一针就会好。我也感觉很安用啦，比如你翻炒水母贴，当然你的睡眠习惯要调整嘛，比如你每天晚上就是不好好给一个舒适的环境，灯佛打开来很。动工，然后看手机，然后呢，你一直去找灵性脏、打晕镜、口内美磨好，便秘也一样嘛，你不喝水，然后吃一些很会便秘的东西，你一直去针灸，然后磨好，所以意思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，也许搭配一点针灸，然后忧郁、焦虑是种心脏梗，也可以走在头那档有很多的穴位，可是。我想到会紧张我只要想到我去到改变，然后我系讲去到有点水母贴，我系跳到有点晕镜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害怕。唔系啦，都一般系小人去估，所以动轻松。你是准做这个睡觉，然后起到的时候的？怎么可能？不会痛吗？跳那档？就是酸软的，就对。好，酸软，是不是线上的像线上你？这么多的这个针灸的禁养地图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案例？特殊的案例，我有一家40当岁嘅蛇模嘅，佢來到其實嗰種OL 啊，工作女性，佢越捏的哈，其實當我講，佢先鋒你控躺唔到，這按樣錯？該是西醫講嘅突發性耳聾，兩邊。
一篇，啊，佢談到些佢係詩意、那叫個詩，咪冇買好，佢是上到來中醫診所來針灸啊，啱啱是到佢顧兒童附近嚟個協同，啊，估計加下嚇，出診以後差唔多好70%，啊，後來第2日來診是完全好的，開始動提速嘅一個案例。他去的時候應該不知道好過和好吼。去野世界是什麼樣的心情？這很恐怖哎！你想想看，我也在送拜什麼？我突然間先蹦他們抖，然後我是已經，而且他不是去找西醫耶，他其實已經看韓醫。佢就看西醫啊，他一開始也看西醫，那叫個是摸河。然後其實有點類似可能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，然後其實已經看，其實當講來他們抖。那你那時候真的心情是什麼？也是試試看嗎？這樣問好像很沒禮貌哦，多沒禮貌，因為我很想要知道性上嘅心情係乜嘅。我嘅心情是嚟講，你就問嘅問題，我是針對你改變問題，我基本來診斷去處理嘅改變。可是經過佢讓你講佢談唔到，因為啲係潛視性嘅，你唔係講淨係講哦骨膜破掉那種係永久性。我不是那種技術性的那種，真的是傷害，所以你就針這附近。你控了就三張血頭啊。哦，這邊有，然後你就針了3個穴道，針多久？30秒，30秒。還有其他的地方，還有其他的哦，不急的。OK， 所以然後他就聽力就恢復了70%。體白差不多恢復70%。哇，那他當天一定很開心。對，然後體音又去找你了，然後就變100%恢復的。哇，哎。我們不是在講一些奇怪嘅傳說哦，一定是真實的案例分享，也不是說針灸就可以怎麼樣，因為我覺得是一種性上講嘅這種，可能嘅警示嘅警惕嘅原因。哦，其實針灸做到嘅事情，可能比你想嘅還好多。你這句話帶給大家太多的想象，我們會覺得很期待。對，所以，你等一下。讓你分享針灸做的事情，不會你想象嘅很好多1-2個例讓鄉親朋友來分享哈。所以鄉親朋友講到倆咧，還係讓大家來分享是係，其實針灸是像先生講嘅，比大家想嘅很好多。比如講，喺做啲美容啊，係冇，你還有動流行啊，所以還有乜嘅咧聊下，等下再來講。今本日啦，大家來講大運針灸這件事情很有趣哦。上台節目嘅許多公告嘅世界線上講到，以及會非常的讓人家好奇。針灸可以做事情比你想象中的還要多，做嘅事情比你想象嘅還好多。線上你要分享是什麼嗎？分享係乜嘅冇？比如講，其實像你韓醫師自家身體就摸鬆嘅時間咪自家估自家。我很好奇比如說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嘛？幾架估幾架？比如講腸胃不舒服，胃腸怪怪，然後開始一般人可能想到啊，我胃腸不舒服，咁可能會估肚臍，佢唔係，我係估我係燒呢一片。然後你就幾架這樣子？係。然後估下，這樣子，差唔多5分鐘，你個效果是出來，就會好鬆手。這麼新奇？其實自家訓練，一般人自家訓練，個素材咪就好過。OK，好，那請問一下，比如講你係講想估個跳哪檔，你又估唔到，你怎麼辦？輕性上提手。輕性上提手，輕同時提手，冇是自家照鏡而去看。照鏡很容易做。所以線上要拿一個用機不要讓它講了，然後看講了，這會不會很危險？找一個安全的素材是冇。啊，太有趣了！好，我們嗰啲係線上去講幾家估幾間，我哋為了問個問題係講，其實倆按動年哦，其實唔係倆6年，是倆19年，係非常個流行嘅意思係講，其實針灸係做啲美容。錯。比如講。比如講，有啲人持到自家嘅面同體質，以下暗同體，以前係講瘦小臉，
那种的啊，比如讲双下巴，真的？哦，真的吗？针灸哎。不过基种嘅该针嘅，到软针到一般嘅冇用用。以后一般嘅针，基比一般嘅针很好用，差不多到头那么用用。这么细，很细。然后刺哪里？刺肌肉啊。我就说是双下巴。双下巴是你下巴然后针上去，会痛吗？一点点。就是你系降痛的人么，降针灸痛的人么。我冇动到针灸该经验，可是我上到针会戳落去，然后酸痛我就会怕。假使你，所以我就不用去了是吗？你刚这些。没，我意思讲，假使你本身是冇按降针的，他讲很做得个你对个因为每种针好灸，所以你很好冇感觉。啊，老师，先上来问一下。针灸的那种酸痛感、狗疮是一个瞬间，还是一个持续？我是说，在针灸的狗疮地毒。就等于系该一瞬间，就等于你因为我溜针嘛，溜针差不多20分钟、30分钟，就等于我持续。好吧，我怎么问按灸个问题咧？因为我新冠都市都该想讲。黑公，它是一个瞬间，我就没那么害怕。因为像秋叶恐龙嘛，是一个刺进去的瞬间，可是后面就还好。哦，所以还是看人。好吧，那我讲个问题，你知道问题？因为美玉东英讲，许多环境改变，还有埋线。埋线该一般来讲是来看减配的因。是埋线。到底埋哪里？埋线昨天埋肚脐，咪就你埋脚鼻。没就你买的蝴蝶袖嘅所在。哦，我以为问题，经济又好吗？线上是不是要看个人？又要看个人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体积的大家体质不一样。它的原理很容易。原理很容易呢，因为你我用嘅手术羊肠线，羊肠线系人体做得吸收嘅，即个吸收。人体在吸收的过程中，因为羊肠线对身体来讲系外来的东西，一个面积内同所攻击它。你的意思就是说线表落去也是些性质的，这是外来物，所以我就去攻击它。攻击个同时你损害了个脂肪细胞，你是会溶它。为什么是溶脂肪细胞，不是溶别的？因为是埋在脂肪细胞里面。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埋线是埋在脂肪细胞。OK， 好。那看体质的意思是有些人不会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嘅效果冇按好，有的人甚至你埋落去它会有抑制食欲嘅效果。所以唔但想讲你肚脐，比如讲爱买肚脐变好瘦掉。之外，可能抑制食欲，所以减配的效果是比一般人很好强。所以係講你買線嘅地方，唔係買到就脂肪，係買到肌肉，其實是沒有意義的，對不對？肌肉梗係能為一部分假設係講減配嘅部分，意思因為你唔單淨係買講脂肪層，你係會針對你嘅經絡走向去買。埋線會痛嗎？你看基本也接不動奇怪吼，大家講一下生活會痛嗎？埋線會痛嗎？埋線比針灸還好痛。看針具，有的好柔的埋，有的係好粗的。可是埋進去就不會痛了，就沒感覺了，錯嗎？埋落去冇感覺咧。有的有肌肉嘅所在，你聽同學我酸怪怪啦。哇，那多久就得融化？一個禮拜，差唔多一個禮拜到2個禮拜。OK， 所以一個禮拜到2個禮拜可能會順遠，不過效果未係到該2個禮拜發現係冇。那我問你，個顯溶體咧是係咩是不會持續有任何的效果的？顯溶體你是再去買。你可能成本已係講上降，係每種也好，
买线，然后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哈。所以我们问一下，其实线上是不是可以提醒你一定要实行社工？其实安用改减重还是要有正确的减重的观念。像有当然係我話到講哦，我今日買線嘅，我今日是醫療用醫，物嘅事情是唔是做，唔是運動，唔是講強在去強在，其實做唔得的。買線過後咧，其實大量那個洋芋片，那樣是做唔得，錯嗎？哈，還是會係啊，因為開始冇意思，所以這個是一個觀念，就是總得從依賴。好，你想看係講，你做得靠你平常嘅飲食、食嘅東西，然後講運動，做得好好來講。本一家做得安樣嘅效果是唔是去看環境？不過係講只是看環境的世界社工，等於是安樣內在的部分自己努力，外在的部分也稍微同步一起努力。但是嗰種多管齊下去做啦。好，其實你下今日老大家的分享，我們在講係大圓菌啊，菌球就是艾針，那叫艾草、艾灸之外，是不是也有一個是放在肚子上面的？譬如說那是什麼？該丹田灸，該係丹田灸。你下我這種情要當到觀眾朋友去看這些，又都係調理婦科方面，什麼婦科疾病的。其實你會有一隻太太家嘅該塑膠做嘅丹田灸，你其實是不用動到嘅捏愛啲入去，不用到愛肚臍當去韓語講嘅係補陽。因為身體好氣感應，好浪帶感應，因為補氣，因為補養。啊，有啲人我認為安心，機會好，有啲人想為有心好感應，其實為去調理身體，幫自己該受孕體質好。事實上，把脈可以知道你這個人的身體現在是需要補陽還是補陰嗎？可以，做得。所以你就是這樣，然後你就知道哦，好，你最近你是有點虛，所以你是就可以走得。其實打盲兩件事情，唔單講我打盲，還要問診。錯，比如說你最近，而且不是還要款嗎？那個望聞問切，對，沒有，我只是你看基本，大家係到鄉親們的分享，因為俺都改地區，感覺上是一直在考試，一直在考試上。還有一種是，俺自己沒當好去的，俺相信鄉親朋友可能沒地，因為台高為地講一般講到打暈菌就是打暈菌，其實現在就是系統講就是艾灸，所以它就是一個小小顆會發熱的一個捏走改動器，然後看你哪位就細 Q 不用老去黑貓，是這樣嗎？頭擺螺絲台係啱去，你下係記得有一隻細細隻嘅，佢做啲病毒嘅針嘅當軟針嘅當過，然後針嘅骨嘅時間向下燒，啲嘅當過燒。所以會熱熱的。如果沒有打暈菌，直接用那個艾灸是可以的嗎？就艾灸就是有個針配合，就艾灸。還有用針啊，模擬為6度。6度。凍燒為6度，所以該係能為一種好溝通嗎？是容易。它為什麼？因為它是吸補虛，補虛。哇！所以你看到你基本音嚟，大家都講你冷天我先嘛解，熱天我先嘛解，因為大家一般你講到環境也是大家是為地講，這個冷天有冷補嘛，熱天有熱補嘛，吼。基本音嚟，大家都講咧，基本大家都簡單咧少解下暈經，然後艾灸，吼。所以其實也沒有鼓勵不鼓勵，就是告訴大家這是其中一個方法。昨天講嘛，哈，該是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針灸，也是要經過醫生評估。我講的不是特殊疾病哦，或者是什麼你有幸好說，有的你咪講哦，我也沒有什麼特別，可是我本性上看，然後評估一下要不要用針灸來保養，這也是有的，錯嗎？哦，所以大家有啲吼，可能打暈菌菌灸其實咪就保養嘅好高，哇，聽起來阿蠻好啦，吼，所以大家是講。比如目前來按講是好咧，吼，今日今日感謝線上呢度節目了解，吼，讓大家來分享，吼，希望大家有很好多嘅認識到了解，聽下下咧，你強下咧做認同咧。要將大家來到不起來呢個免術傾雜，還有添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攞兩個影片傾雜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